因阿巴样，大家平安。感谢咱富强教会的兄弟姊妹，互我有即届的机会，会使第一届来甲教会来代表阮玉山神学院来甲大家请安，嘛来说多谢。阮特别要感谢去年的即个0403的地震了后，咱富强教会也阁足侪咱台湾人教会的关心甲奉献，互阮玉山神学院会使一步一步来完成阮伫咧地震了后才会灾害，也阁有阮有即个山坡地的即个加强的即个工程。因为大家会听甲分享，玉神的老师、学生，啊，甲阮的职员，阮才会使安心继续来拍拼，来学习主的教示，也阁来参与伫咱台湾的基督长老教会逐项事工的服侍。本地我要讲的故事，牧师甲我讲一半去。毋过伫这进前呢，我想咱教会兄弟可能还阁无去甲阮伫咧花莲的即个鲤鱼潭边仔的玉山神学院，所以我即摆用短的3分钟的影片，互大家看卖啊，玉神是写做啥物款？阮伫咧地震了后，阮有啥物款新的改变，也阁有阮未来的即个发展甲阮的事工。我就请咱同工来替我放即个影片。因为玉神的服务是全台湾的原住民，所以阮常常爱去到部落去、社区去，所以阮即摆有逐区的教室，互阮的长职嘛会使继续来伫咧圣经甲神学顶面来学习。玉神伫去年甲加拿大的一个原住民的神学研究院合作，即摆有一个博士班的课程。即摆这刷是阮0403的地震了后的一寡讯息，互大家看。接续阮嘛对全台湾所有有兴趣要学习神学的青年，甲所有的朋友来招生，毋是原住民嘛会使读玉山神学院。
这是阮玉神的会馆，吼，咱若有到花莲去的时，嘛会使来阮遮看卖啊。阮玉神有不哩啊水啦吼，还是环境蛮美的吼。啊，真正是足感动嘛，足感谢，因为伫控诉控三地动了后，其实阮有迄个男生宿舍，其实是袂使住，啊，所以咱看到个伊敢若修即个男生宿舍头前迄个路，因为伊若无修，整个会放落来吼，啊放落来下边就是老师的宿舍，啊，跟有阮的图书馆。啊，所以暂时阮着伫咧其他个还状况阁袂歹的遮建筑内底，阮继续咧学习安尼。啊，这是玉山神学院即马即个行政大楼，啊，咱若有机会来甲花莲的寿丰，就是寿丰乡的时，吼，咱嘛会使甲阮学校联络。啊，阮遮有会馆，吼，你着会使，即个对面就是花莲的鲤鱼潭，吼。好，啊嘛是爱来分享咱今仔日的讯息。今仔日经文呢是记载伫咱足熟悉的即个故事，伫马太福音的4章17节到22节。啊，即个故事就是耶稣去到加利利湖边来呼召门徒的故事。新约圣经呢用足侪比喻甲故事，毋过伫迄时我咧想吼，迄时就是新约的时代，吼是无网络嘛，无电视嘛，对无？所以我咧想讲即个广告的吼，一定是一个足赞的即个工课吼。要毋过咱若是甲即个圣经吼当做是一个故事册来读，安尼就足无彩的。所以我常常呢，就甲我家己提醒讲，我会用即个圣经的故事来对比我家己的生命经验，啊来想讲上帝要安怎伫咧我的生命内底，互我有我家己的计划。所以今仔日我嘛邀请大家。透过我的生命的故事，用无共款的角度，搁一解来读即个故事，就是耶稣去到加利利湖边来呼召门徒的故事。伫耶稣的时代呢，咱拢知影加利利湖边呢是足侪人聚集，因为加利利有足侪即个鱼啊吼，啊所以人啊、市场啊、渔船啊，拢聚集伫咧遐。迄就是耶稣主要咧开始传福音的一个所在。啊，咱知影传福音就是爱互人来认捌上主。啊，若是会使，咱当然嘛爱去到人较侪所在嘛，对无？所以耶稣宣教的一开始呢，伊毋是用讲上主互伊的即个权柄，也是讲带领去行神迹，啊去带人来认捌主，毋是安尼。伊确实来到即个人足侪的即个加利利的湖边，来呼召人来缀伊。来找人斗相共来传福音。耶稣咧选的门徒呢，毋是做官的，啊嘛毋是拢总读册人，确实无啥物特别的一般人，就是像即个加利利湖边遮的讨鱼人安尼的平凡人，嘛是住伫遐的在地人。咱嘛知耶稣毋捌嫌弃，毋捌弃嫌即个门徒的出身，伊搁较欢喜甲门徒同工。因为伊知影遮的讨鱼人伫加利利当地用即个在地的话来传甲福音的时，伊比起遐穿水水的吼，啊讲即个希伯来也是希腊文的遮的祭司吼，搁较互人信道。所以加利利湖边这4个讨鱼人呢，会使讲是耶稣呼召的第一批最重要的门徒。耶稣选的是一般人、在地人。啊，这毋就是在座的姊妹兄弟甲我，咱安尼一般人甲在地人。所以我讲，即个故事咱足熟悉，啊嘛是咱每一个人咧跟底耶稣脚步的故事。今仔日经节，大家上正咧讨论的吼，最常讨论的吼，就是当即个耶稣对门徒讲即个几个字，伊讲来缀我。咱常常用即段经文的这4个字也是3个字吼，来鼓励大家爱服侍。要毋过，我要请大家搁一解来看，是当彼得甲安德烈听到耶稣咧呼召的时，迄个动作，就是伫咧第4章20的时写的即个。彼得甲安德烈听到耶稣讲来缀我的时，因随时因两边甲网放咧去缀耶稣。连边
放咧，随时放咧即个动作。咱今仔日爱来注目伫咧即个动作。放咧看起来是一个足简单的动作，对无？咱若骹蠓足重，咱甲放咧，吼。啊，食饱莫把碗箸放咧。啊，毋过实际上吼，咱生命内底有足侪的时刻，放咧是足困难的决定。伫今仔日的经文内底，彼得即两个兄弟，当因听到耶稣的呼召的时，因随时甲网放咧的时，去缀耶稣的时，因检查拢无想到明仔载吗？咱无感觉奇怪吗？讨戏的哪会使甲因要趁食、要赚钱的即个工具、即个网希望放咧，就转行。啊，明仔载因爱要食啥？也毋过经文却安尼甲咱讲，除了彼得甲安德烈，也阁有约翰甲雅各嘛是安尼呢。因甚至甲船甲老爸放咧去缀耶稣。耶稣呼召，讨戏人就甲一切放咧去缀伊。一开始我甲大家讲，伊那么样，即句的话意思是大家好，吼，伫咧我的闽南族的主语内底，吼。啊，我阁讲较长的，互大家来听一个闽南语吼。伊那么样，是哎呀，怎么大斯古，是噶萨瓦干台湾句。我讲我是哎呀，怎么大斯。这是我的族民，我为台东的卡扎瓦干的部落来。我细汉的梦想是要做一个小学老师，毋过吼，我细汉读册都无认真吼，定定发呆安尼。考大学的时考足侪档，了尾考到即个东海的社工系。1999年大学毕业的时，我就为着要圆梦吼。我就走去足远的即个花莲的瑞穗，我去做即个代课老师。谁知吼，我即个代课老师的即个办公椅吼，都还袂坐烧呢。1999年的9月，就发生啥物代志？阁会记哩吼？迄天全台湾拢惊吓，我是为眠床顶面跋落来吼。我的猫仔哭到要害，我的椅仔都还袂坐烧，旧日就发生。迄时呢，东海的一个学姐就甲我敲电话，社工的学姐，伊甲我讲，灾区足欠社工。我听到学姐甲我讲，灾区的教会事工需要社工。我迄时，就是迄时，我随时我念美，我就决定要辞去，是我的即个做老师的头路。亲像彼得因兄弟甲希望放咧，约翰甲船甲老爸放咧，我嘛决定讲，我爱甲我的老师梦放咧，要去灾区的牧方服务。这离题一个吼，我即几届伫咧逐教会咧募款，甲大家分享育神的代志的时，我已经第2届，我知影讲咱的罗秀婉执事吼，毋是罗秀婉干事吼。嘛是牧方教会出身的，我伫第2届吼，拄着我伫咧灾区重建工作的时好朋友，顶一届伫台中吼，拄着一个关怀站的同工，这就是上帝引带，互阮搁伫咧这20档内底，超过20档，互秀婉干事搁另外一个姊妹，抑搁我搁继续伫咧即个上帝即个道路顶面跑走吼，这足无简单的。好。我怎就要去做社工，对无？我互厝的人骂到要死呢。因为迄时1999年做老师是袂歹的工课，我知影即摆做老师较辛苦啦吼。足侪即个期待，毋过当时1999年的时候，做老师的薪水袂歹哦。做社工，阮厝的来甲我讲问讲，你有薪水无？因为迄时1999年，我感觉讲社工是志工。也毋过我犹原决定讲，我爱甲我的老师梦放咧。因为灾区需要社工，我想我厝的人无法度理解。当我接到电话时吼，就亲像彼得甲安德烈因听到耶稣咧呼召时，因的心情是共款的，足激动。
这四个讨戏人吼，检采已经听过别人讲耶稣的故事，也是讲听过耶稣家己讲故事。毋过，当即个耶稣讲来地外的时，我相信因的内心嘛有丢丢呢。随望因内心有咧想要安怎才好，迄1秒钟尔，因犹原决定要甲一切放咧，要回应上主的呼召。讨戏人甲一切放咧，毋是因为因想拢无想，是因为知影讲，咱人对上主接受一口气诚做人，咱所有的一切其实是上主的恩典。咱做门徒的，无需要去为着食、为着穿来挂虑，因为伫上主逐项拢会。讨戏人嘛知影，甲一切放咧，毋是为着咱个人的得救。佮较是要缀耶稣去讲即个福音的十字架，要互佮较侪人来认捌上主，来得到福气。就是第当即个事工了后呢，我有差不多10外冬伫咧长老会，啊，佮其他的教会的机构做伙。啊，最近有一个捌甲我同工的少年人，当时少年人吼，即马要中年啦，就中年了吼。啊，伊即马是无食。伊甲我讲，姐姐，你的话甲我鼓励，互我一生决志要服侍主。我即时才知影讲，当耶稣甲彼得、安德烈遮个讨戏人讲来地外，我要互恁得人，若亲像得鱼安尼，迄个恩典。我迄时才知影，即句话的恩典是互我遮感动。后世虽望有足侪鼓励，也毋过人。是到底是足有限的吼。我伫咧即个2014年的时候，开始感觉到讲，我的身躯足忝的，啊，我的心嘛足忝的。我当时咧想讲，我是爱转去甲台东休困的，还是讲我要继续搁找我下一个梦，就是我要出国去读册吼。啊，忙的是，我就去教会参加礼拜。啊，迄个主日呢？牧师就对所有的会友讲一句话，伊讲：咱毋但爱做坐伫咧礼拜堂内底的信徒，咱还阁爱做甲一切放咧，担起即个福音十字架的温度。啊，就是迄时，我咧听即句话迄时，搁咧想讲即句话什么意思的时，5个字就走到。我的头壳内底讲玉山神学院，足侪人若是听到即个呼召讲信下伊的时，因会足欢喜的，对无？毋过我足惊吓，因为我为迄时会搁过去算的即个20冬吼，足侪牧师甲我建议讲，你爱去读神学院，啊，甚至有牧师甲我讲，毋管你读偌悬吼，阮教会甲你支持。要毋过我毋捌答应因，我总是甲遮咧甲我鼓励的人讲，读神学毋是我的十字架。所以当迄日主日，我听到即5个字伫我头壳内底讲玉山神学院的时吼，我惊到要害，我足惊的，我感觉讲这真的吗？因为迄天迄个主日离即个考试吼，敢若10天尔，哪有可能对无？毋过我一个朋友甲我讲。哎呀，你有相信伫上帝逐项拢话吗？在主凡事都能吗？我讲是，我相信。伊讲安尼，你着开始准备。所以伫即10天内底，我受到玉山神学院接纳，我去考试，啊，放榜的迄天，我另外一个好朋友敲电话甲我讲，迄是你的名吧？伫榜单上面，迄个是你的名吧？我伫迄时才知影讲，我甲一切放咧，毋但是要甲一切放弃，反倒当是上帝甲我开一个门，另外一个我毋捌想过的门，互我继续去服侍。甲一切放咧，军队主是咱基督徒最重要的一个信仰的行动吼，就是咱信仰的一个行动吼。耶稣对门徒的呼召讲来缀我。这3个字吼，根本原底意思是讲，你来伫咧我的后壁来缀我，吼，来缀伫咧我的后壁。
这嘛是咧表达个耶稣甲门徒的关系吼，是安那？是一个伫咧头前引带，一个伫咧后壁跟地，嘛是讲这是一个主人甲萝卜的关系，对无？也毋过飞扬呼调，毋那是讲咱爱为耶稣倒水洗骹，安尼简单呢？搁较重要的是，当咱缀伫咧耶稣的后壁的时，咱爱学伊的服侍。咱也按耶稣的教示来得人，若亲像得鱼。所以安尼若想，咱若安尼想吼，咱就知影讲即个讨鱼的吼，虽然甲因的即个希望吼放咧，毋过因的家己的性命，却因为君地主得到搁较济的即个丰盛的性命，因为因得到搁较济的人，就是即个信徒。叫你地动的迄通电话吼，甲我带离开即个。甲我带到灾区服侍，我迄时就是随时甲我的老师的梦放落。啊，当迄个礼拜，主日礼拜，我听到玉山神下5个字的时吼，我嘛随时甲我即个出国的即个梦放落。伫咧玉山神下的2冬，毋但互我的信仰搁较坚定，我嘛伫咧每一日的即个生活甲学习中，亲身经历上主满满的恩典。主毋但知影我的需要，伊阁应允我的梦想。伫咧预神的第2个学期，我就考到即个教育部的公费留学奖学金吼。所以2018年，我阁一届伫台湾的一切放咧，离开台湾去甲加拿大读博士班。即届我讲去的是一个阁较大的使命甲挑战。即个生日假是要回乡，要转来台湾。足侪人伫加拿大甲我讲：“你爱移民吗？”我讲无，我出来是要为着要转去。我离开台湾是为了回台湾继续服侍。虽然我读册足慢的吼，那算咧，是毋是我读足侪档？2018到即马吼，啊，我的英文嘛无介好。伫博士班的即几档。我常常感觉讲足无力的，嘛足着急的，也毋过我毋捌惊吓，因为过去20冬伫我的生命内底，上主的呼召甲伊的引带，互我搁较深的体会到，耶稣是一个一直甲即个受压迫者，包括是原住民、三角地地的耶稣。耶稣嘛伫咧过去的几冬陪伴我。伫咧我伫加拿大读博士班的时，互我学习备办我家己，一日回乡，甲咱台湾人、甲台湾的原住民同齐来面对社会上有缘搁对原住民有的即个歧视，甲无公平的对待。我伫加拿大读册的时候，足侪当地的即个台湾人的基督徒吼，甲我照顾。遐个台湾人吼，足侪是即经济上，也是讲社会上吼，足袂歹的即个发展袂歹的即个移民吼。毋过因毋捌去含我的出身，因甲对原住民遮个歹印象吼放咧。我对原住民有啥物歹印象？比如讲原住民，我唱歌跳舞可能是好印象啦吼，毋过真正有一寡原住民是无法度唱看的吼。阁有一个，你有听过马路英雄吗？有人听过马路英雄吗？无哦。恁要看卖马路英雄是安那？讲原住民马路英雄，马路英雄就是安那啉酒醉啦，倒伫咧路边啦，就有人笑阮原住民讲恁拢马路英雄，就感觉讲阮原住民吼，拢啉甲安尼袂醒安尼吼，然后做得不省人事。遮加拿大的遮的台湾移民吼，毋捌用安尼的歹印象来看我，因甚至甲我邀请甲因同工。所以伫甲因同工的迄个时阵呢，我嘛对因的性命来学习到即个移民的酸甜苦辣吼，伊嘛是足辛苦的。我嘛是因为安尼，知影讲我家己甲梦想放咧，却因为我军地主的脚步去到加拿大，搁一届认捌到上主的恩典，甲遮的关怀甲支持。10冬以前，我叫是我甲所有拢
放弃的迄个时阵，却毋知影主已经为我备办。即马我嘛一步一步对着主的脚步，转来甲玉山神学院，甲阮的同学，甲阮的同工做阵来学习。我即马是为主得到更较侪人捌神学、人捌宗教、人捌原住民，甲人捌世界的即个学生，就亲像咱讨喜人，为着主得人，敢若得喜。啊，佫会记得我开始的是讲，我为着要做小学老师，我走遮远去来花莲的瑞穗嘛。就是伊个隔工，我要离开瑞穗时，瑞穗长老教会的一个李长老，伊就足忧闷的，伊甲我讲：老师啊，你即马离开教会，教会嘛无牧师，阮以后要安怎才好？迄时我其实是为着要安慰即个长老，我想拢无想，我甲长老讲：长老啊，你放心啦，上主若甲我带去伊会佫带一个佫较适合的人来到瑞穗长老教会来服侍，安尼。讲煞了后，我家己感觉生活就平安的嘛，我就走啊，讲完了，我就拍拍屁股走了。一个月了后呢，我就摕我的2个卡棒我也去到雾峰教会。我去的是雾峰教会，迄时即个牧师是当研究牧师陈荣觉牧师伊是足大心的，伊甲我讲，你又无所在通好住，所以我甲你协调即个附近的即个吉丰教会、吉丰教会，因牧师拄离开，你去遐住。几日了后呢，即个吉丰教会的执事伊怎来甲我开讲？伊讲老师啊，我听讲你对花莲来呢，我甲你讲阮教会的蔡牧师，就伫你来的前几日，伊调去花莲的水尾长老教会。即事一讲煞我的目屎是流袂煞。因为水尾教会的中文就是瑞穗教会，水尾长老教会就是瑞穗长老教会。伫迄时，台湾有1200外间的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不是120间是1200间上主却听我的迄句话，听李长老的祈祷，甲我甲吉丰教会的蔡牧师对调。佫较奇妙的是，2礼拜前我去台中分享的时，会后一个少年长老走来甲我讲：遐老师，你讲的迄个蔡牧师是我的姨丈。2000年，阮姨丈去到水尾教会时，老师，我甲你讲，我带我的姨丈去到水尾。瑞穗，所以我2礼拜前我嘛是哭甲无煞伫咧另外一间教会上帝恩典是遮奇妙，我毋捌想过，我看起来别人看起来啦，毋是我家己别人看起来我是放弃足侪代志，我甲足侪代志放咧，毋过却因为上主的照顾。因为安尼的对调，我自迄时开始知影，我大概着爱回应上帝的呼召。我今仔日才会使徛伫咧遮。所以，即个原住民神学足重要的即个基础，就是阮玉山神学院。明年爱80岁啊，80岁是大代志嘛，对无伫1946年。为着要照顾阮原住民的需要咱有一个台湾人牧师温荣春牧师，伊嘛是共款，伊甲伊伫台湾西部的即个西部的即个一切放咧，伊来到花莲来设立协助设立即个玉山神学院。即马大家知影伫长老会咱有几间原住民教会吗？要要快买要吗？有吗？我有写吗？我有写咧。有546间咱即马台湾台湾咱的长老会即马有大概1300多一点点的教会差不多要一半是原住民的教会。原住民的教会虽然拢伫咧较远的所在，也是讲阮的经济无介好，毋过每一工阮有超过遮济几百位，甚至是上千，因为阮阁有干事，阮阁有中职，
阮的原住民会同工伫咧教会内底，甲因属伫世间的即个梦想放咧来军地主。亲爱姊妹兄弟，今仔日的经文，其实是我迄天伫咧礼拜堂听到的迄个故事，甲迄个经文。咱小等下要唱的即个“主你引带我脚步”，迄条诗歌是迄天我决定要考玉山神学院时，唱甲目屎流袂离的歌。歹势，我感动起来，因为上主的引带，我甲梦想放咧花用好调。军地主，我转来甲玉神的即段路，是一个见证，主伫咧我的生命内底邀请我同工，佮教示我什么是放下的恩典。放落的恩典，也是讲你爱放咧，才会使得到恩典。玉山圣伊阁有足侪甲我共款的，甲因的梦想放咧，才会同工。阮要来学习，虽望有足侪的挑战甲艰苦，阮要来学习军地主的脚步。我要搁一摆来感谢咱富强教会的兄弟，因为恁嘛甲台湾人对原住民的歹印象放咧，恁常常为着阮原住民，甲阮的教会关心甲带导。恁毋拿做阮玉神所有的同工甲学生继续学习的恩典，恁搁较进一步的拥阮原住民，诚做恁同齐来服侍上主的同工。明年2026是即个玉山圣学院的80岁生日，超过一甲主的即个时间内底，因为有恁台湾人教会的关心、带导甲奉献，互咱玉神会使继续军地主。愿期待玉神的后一个80冬，会使行出台湾，甲世界各所在的原住民相结连，同齐为着主所创造的所有的住民、世界，甲创造美来更好来拍拼。我相信玉神的成长，嘛是咱台湾人教会无私的分享，甲疼痛的足美好的见证。请恁伫即个充满挑战的时刻，继续陪伴阮，陪伴玉神的每一个同学学生，伫咧阮学习甲家己放咧的时，诚做阮伫咧服侍即条路上的恩典。咱同心来祈祷。主耶稣，阮所倚靠的，请你来到阮的中，做阮放下一切军地你。请你看顾阮，坚固阮，阮时时安尼向你祈祷，愿你的圣神甲阮三角伫地，保守阮，引带阮。阮安尼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免。